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澳門六合彩8025199期嘅現場攪珠直播。今日我小戀為大家主持本期嘅現場攪珠。大家可以睇到六合彩攪珠機裏面有1至49個彩色號碼球。接落嚟，我哋即將開始澳門六合彩8025199期嘅現場攪珠。今晚特別號碼係10號，今期澳門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，我再為大家重複一次，分別係37號、32號、5號、21號、13號、11號，而特別號碼係10號。如果大家想查詢澳門六合彩嘅中獎結果，歡迎瀏覽我哋嘅官方網頁。今期澳門六合彩就此結束，多謝收睇，下次再見。